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15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总统蔡英文接受英国 BBC 的访问，也讲到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或者是中华民国台湾。国民党的中常会在今日通过5吨机被撕掉党主席案件，也针对大选失败进行检讨。中国武汉肺炎发生有一对翁仔某互相传染的问题，不过看嘴暗就当防止互相传染。讲到2020年总统大选，总统蔡英文这回是摕到有史以来上关票，就是817万票。不过未来的两岸关系发展，大家也真关心。蔡英文在接受英国 BBC 专访的时阵，也讲到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或者是中华民国台湾。另外，透早伫总统府发表公开谈话，强调反渗透法不是反对交流，会继续要求行政院爱继续宣导。2020大选，总统蔡英文成功连任。伊早起伫总统府进行选后第一届的公开谈话，伊讲到为了维持政局的稳定，已经甲行政院长苏贞昌留落，嘛签署反渗透法的公告，重申反渗透法不是反对交流。构成要件是非常的严谨，只要不是受到中国政府的指示、委托或者资助，都属于正常交流，不会受到影响。民众如果还有疑虑，我已经要求行政院要做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请行政院相关部会持续的宣导，避免民众因为不了解本法的内容，产生不必要的恐慌。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蔡总统推动反渗透法，嘛，互未来两岸的关系备受外界关心。伊接受英国媒体 BBC 的专访，呼吁中国爱面对现实，嘛愿意甲中国对话，但是台湾的主权无谈判的空间。We deserve respect from China. We don't have a need to declare ourselves an independent state, but we ar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lready, and we call ourselves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we do have government, and we have the military, and we have elections. 蔡总统讲到过去3年，中国不断加强对台施压，搁有香港所发生的代志，互大家知影中国的威胁是真正的。伊拍拼避免互中国生气，但是嘛无排除中国会对台湾动用武力。You cannot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a war at any time. But the thing is, you have to get yourself prepared. Invading Taiwan is something that is going to be very costly for China. 选后的两岸关系要安怎行？蔡总统用8个字：和平、对等、民主、甲对话。但是如何具体？蔡总统表示，希望中国会当为这届选举对台湾人民的意见甲意志有真正的了解，嘛当对因的政策进行检讨。记者台北综合报道。中国国台办伫台湾大选了后，在今日召开记者会，面对着总统蔡英文高票连任，以及着民进党得到真侪少年选票的支持，完全执政的局面，也讲到对2016年民进党政府执政了后，无要成立9二共识，在地区两岸关系恶化，协商对话无继续，也强调讲台湾的前途是要由全体中国人来共同决定。2020总统大选，总统蔡英文以800多万票超过57%的得票率连任成功。蔡总统提出和平、对等、民主对话8字，认为是两岸重新良性互动、长久稳定发展的关键。在选后两岸关系正受注意，中国国台办伫15正强硬回应，强调民进党政府上台了无承认9二共识，是造成两岸关系恶化、协商对话中断的根本原因。挟洋自重。不断抛出充斥两国论的分裂言论，肆意攻击大陆，煽动两岸敌意，升高两岸对抗，这是导致两岸关系恶化、协商对话中断、台海形势更趋复杂严峻的根本原因。国台办也坚持，台湾前途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态度正强。也毋过，各界关心伫香港反送中运动冲击这边选情，伫选后两岸关系要安怎进行？两岸政治协会一份上新的民调显示，将近60%的民众支持中共应该甲民进党重新对话。学者分析，中央巡视组伫大选进前对中国外长王毅，抑个国台办主任刘继杰，伫咧对台外交甲两岸关系上的操作不利，提出批评。认为伫过年后，
北京对台湾的手法会较软。台湾这次大选，这个可以说是狠狠的在习近平脸上打了一个响亮的巴掌啊，就是说呢，你的一国两制，台湾民众不买单。所以我认为他接下来也会比照香港的模式，采取一个比较软的一个措施。在未来将近4个月的过程之中呢，我相信呢，有许多的台面下的对话，或是看不见的呢这种呢对话呢是会产生的。学者认为，支持两岸对位的民调数字得到跨能力的支持，建议蔡总统会当自国内能力对话开始，建立一定的共识，作为甲中国重新对话的重要依据。记者综合报道。选举后的头一场，国民党中常会党主席吴敦基带党部相关1级以上的主管总辞，经过2点多钟的讨论，通过吴敦基要辞职的案件。落尾也由立法院党团总调詹明忠来代理秘书长，中常委林英德来代理党主席。补选的日期是在3月初7。中常会也针对选举失败进行检讨。没有能够达到胜选的目标，我要讲一句，我愧对我的职责，所以我要感谢大家，也道歉，谢谢。选举了后，国民党召开中常会，党主席吴敦义带领党务相关1级以上的主管请辞，伊一方面向全党的同志感谢，另外一方面搁在会室内以总辞来担起败阵的责任。中常会经过2点多钟的讨论，通过吴敦义的请辞案，伊出来接受支持者的献花，不过对安尼的选举结果无满意，搁加讲。不觉得应该有错吗？没有错，因为我也看不到，名单没有错，完全总辞。为了维持党部的正常运作，中常会同时通过由立法院党团总调詹明忠来做代理秘书长，补选党主席也个新任中常委的日期，搁定伫3月初7。常会结束之后，因为是一个总辞的状况，确实我们今天并没有一个代理主席的产生，这是一个目前的状况。但是呢，为了让党务能够延续下去，目前呢会由曾明忠总召来代理我们的秘书长。不过，甲拄仔宣布完，自称中常委佮随后举行临时中常会，因为认为詹明忠无运作党的资格，决定由中常委林荣德来做代理党主席。中常会嘛同时对败选检讨7个因素，包括讨厌民进党无法度赢过芒果干，两派论调无法度掌握话语权，无法度因应东海变局。另外，有一个网军带领风向来影响着候选人的形象，无法度争取中央选民的认同。高雄市长胜选的模式无法度搁做一选前的策略有错误，另外党内无团结，也有部分区名单无法度符合外界期待，也有国民党无受到青年选民的认同。2020大选失败，国民党激起亲总派斗志，在中常会召开的同时，嘛一直伫场外抗议。国民党的未来要如何整合、重新出发，每一步拢是考验。记者台北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甲副手赖清德登到民进党的党中央法律部人员表示感谢。蔡英文也强调讲，虽然有得到817万票的支持，不过袂当靠死人民的支持，也强调讲爱化解对立。另外，民进党正副秘书长罗文嘉甲林飞鹏是用着达成总统连任立委过半的阶段任务，宣布请辞。我年轻，我体年。党员排规排欢迎总统蔡英文登来后头厝，这是2018年年底蔡总统甲党主席辞掉了后头一届登来民进党部。蔡总统甲赖清德15去民进党部慰问辛苦的党员，除了强调讲要化解对立是上要紧的代志，嘛搁强调讲伊得到817万票的支持，袂当干化做人民对执政团队无条件的支持，所以讲对人民的照顾袂当减少任何一部分。这些不同的原因不能被简化成人民对执政团队无条件的支持。就像我在当选的那一晚说的，支持我们的人我们感谢，没有支持我们的人我们也理解。跟府、院、铁三角各自发挥功能，进分进合击，守区域联防，让蔡英文总统拿下了历史的先高。民进党宣战拍赢，秘书长罗文嘉甲副秘书长林飞帆15是以达成总统连任立委过半的历史性阶段任务，向中常委请辞。达成我们设定的目标，总统连任，国会过半，守护台湾民主，所以我们的任务达成，我们觉得非常高兴。
那我们的工作也该告一段落。党内人事有变动，马伊琍风声讲内阁要改组，苏贞昌内阁总辞了后得到慰留，外界说点名经济外交内阁表现不好，内阁敢是因为安尼来调整嘛引起讨论。施政我们要随时都是机动灵活，团队合作接地气，所以政策人事都是随时检讨因应。虽报苏贞昌强调讲内阁的人事是滚动式检讨，不过嘛强调讲各员拢真用功，得到立法院的支持，才会当做出一寡成绩。人民用选票和执政团队鼓励甲肯定，所以嘛要继续拍拼替人民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英勇的三军。国军伫过年以前加强战备演练，陆军伫高雄的庄家5略4旅实行反机动演练，会向联合兵种营演练一个营，就当出去小一目标。另外，伫嘉义空军基地也有用升级的 F-16B 战机，伫360秒就当完成紧急起飞的战争能力。模拟敌军用机械方式攻击，高雄陆军第8军团总监5略4旅随反击。二轮发烟车就随出动，现场规个烟蓬蓬扰乱敌军视野。因为有烟的暗号，5方 CM11战车、CM33喷靶驾车挖进敌方，自击手是上阵时间抬死敌军的指挥官。一概就甲犯人的目标提示，5略4旅联合兵种营结合各种全场的官兵，验证一个营地当出去战斗的目标。今年的研兵营编成之后，它强调的就是它能够平战相结合，军种以及兵种能够相互的协同，所以强调的是组织能够快速的弹性编组，这个部分在营级的部分就可以单独遂行作战的能力。2架是公布。这条命令飞行官随请装备长距离 F-16B 战机，360秒完成紧急升空。战机就来甲敌军相战，红灯专案除了甲 F-16AB 战机升级做 F-16B， 而且嘛采购画面上这个 AIM-9X Block 2向尾抓空对空飞弹。伊有先发射了后，再搁锁定目标的功能，和 F-16B 有360度全方位的攻击能力。嘉义空军第4联队表现出战力，另外嘛因为空中直升队就编伫咧第4联队，进前乌鹰直升机失事地数爱全面检测。国防部讲乌鹰即马已经正常执勤。目前飞机的各项特别检查都已经完成，国军的战备任务以及各项的救护都不会受到影响，一切都已经恢复正常。军方强调保卫国家甲人民的决心，伫咧旧历过年进前进行加强战备的操演，就是要表现出平常时战斗训练的成果，保卫主权的军力，让台湾人会当安心来过年。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武汉的肺炎，目前是幽源41例，虽然无新增加病例，却也发现一丛家庭内的群聚感染事件，是有一对翁仔某做伙得到肺炎，而且这位太太无到市场行大过。世界卫生组织也认定这是2019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是人甲人接触时阵伤过晚再来传染的。也强调讲，只要有挂喙罨，就当防止传染，且民众唔通伤过紧张。中国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到15号为止，累计病例要维持41例，当中6例，一个人死亡。不过，煞有一丛家庭群聚感染。武汉市一对翁仔某当时染病，翁婿捌伫咧华南海产市场做工课，太太却无接触到，因此世界卫生组织推测，2019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有限度人相会。From the information that we have, it is possible that there is limited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potentially among families, but it's very clear right now that we have no sustained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台湾专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打红发现的时，拢是对有限度的人相会开始，不管是 SARS 也是 MERS 拢同款。特别注意的是，当无接触市场的病例愈来愈侪时，像泰国也出现一例，显示病毒有可能发生突变，传播力愈强，疫情有可能扩大。病毒只要一直传给新的人，它就一直累积新的突变。当它累积的突变运气好之后，累积成一个有效率的突变的时候呢，它的传播速度就会变快，那疫情就会变得更大、更难以控制。台湾疾管署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出入通风不良的公共场所，和呼吸道镜头的感染者保持1公尺外距离，就会当降低感染的风险。建议是在1公尺之内，因为说这些的
最可能的是主要是飞沫的这样的传染。那飞沫一般而言的话，并不会超过1公尺。疾管署强调，继续加强边境检疫措施。到目前为止，武汉直航入境班机的登机检疫已经执行25座航班，有9个人符合通报，其中7个人已经排除，另外有2个人等待检验。台湾派去中国武汉考察的2个专家，嘛按算下晡回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去年9月，伫高雄发生2名在做网络直播的人在街头相拍佮开枪的事件。相关人士被抓起来了后，检方下晡也宣布终结，一摆起诉细连甲细店的直播主持人等27人，其中细连的直播主持人，检察官也建议封关进前，要先去特定的所在劳动3年。警方伫咧边仔界边白色车煞直接启动高雄细连的直播主伫咧高山区的仓库大门，看到现场失去控制，警方向天顶来开枪。要干什么？跟我来！哎，全部架开哦，全部架开！迄当阵过3点钟了后，前伫一间宠物店去起互开枪，这是去年9月份高雄因为细连细店2间直播业者纠纷所引起的暴力事件。小连续发生的状况，互警政署无哈得忍受，各派刑事局长罗南镇定，高雄地检署15终结终结，甲细连甲细店直播主等27个人，以组织犯罪、枪炮、恐吓等的罪嫌来起诉，毋过无具体的刑期。指使帮派成员持枪射击恐吓，造成社会大众恐慌，影响社会治安甚巨。连线被告犯行败露后，于侦查中始终否认相关犯行，未见其确实悔悟、汲取教训等情，建请法院量处适当刑度，以昭炯戒。引起这个重大治安事件2个直播主，一个人去年用35万交保，这个直播主也搁伫封关，若是伊甲另外一个细小的被告，因为2个人主持指挥帮派，去检察官建议互刑进前要强制去劳动场所做工课3档。这部分检察官是综合考量犯行所造成的损害，还有犯后态度等情。那综合考量之后，向法院申请宣告刑前强制工作3年。警方表示，互刑进前强制做工课3档，是检察官斟酌相关资料了后所做的决定。细连的直播主下晡的1审高雄地方法院召开接押庭，监视当伫旧历过年进前交保的是重点。毋过律师私底下表示，纪律是无关，毋过会全力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在今日透早，高雄的南马溪有一大工厂发生火灾，消防人员到位的时阵，上千平的厂房也拢已经着火了，也因为乌烟一直冲出来，也把这个臭味吹到南高雄去。市政府也针对臭味的来源厂商，甲因罚10万到50万。伫透早6点半，大火乌烟一直冲起来，现场是高雄南马溪一寡联动的工厂，边仔就是大楼。50公尺远又有加油站，上桥出动80多名警消拍火，2点钟久内把火势控制。火虽然伫咧北高雄，也毋过连南高雄拢闻得到味。前顶区2个空气品质测站有传出红色警戒，左营大寮林园是感觉是提醒。针对这4家的一个工厂，我们也做相关的一个稽查记录。那后续如果有违反相关的一个空污法的一个规定，那环保局会依照空污法32条第1项第1款的一个规定来进行裁罚。环保局讲，现场有接到大量的高烟混杂的污染物，会依照空污法罚10万到500万。也因为迄当阵透北风烟是飞到南高雄，已经要求学校、医疗院所等区域加强防护。掩故并来认为反应相慢。市府是定称市长韩国瑜早起劳军的行程10点半结束就赶到现场，10点40就到会场掌握进行。几乎是大楼的建筑都看不清楚的这个状况。然后呢，第二个大家反映是不是哪里失火了？自己家里失火，还是附近哪里失火？还是有什么样的放鞭炮？怎么会这么样的恶臭？然后呢，结果都没有看到相关这个市政府的说明。在早上7点45分，立刻启动了各局处的协调汇报。那经由我们环保局启动通报之后呢，由官方的脸书，还有相关媒体的 LINE 的群组，以及环保局的网站、广播电台、电视的跑马灯，发出空污的警报。市府强调，一切拢符合通报规范。环保局伫咧中昼了也汇报讲，火警现场无乌烟，风尾也无怪味。不过伫中昼过了，地表的温度升悬，空气流动，国家海风吹入去市区，空气会变好。前顶区伫咧火警了，有捌出现红色警戒测站，下昼也慢慢恢复到普通等级。记者综合报道。
虽然讲天气有可好小热，不过伫合欢山第14架线3000公尺以上，而且是日头拍袂到的路段，也是有车路结冰的情形。10月透早就发生几落站汽车、奥多摆因为车路结冰摔过去的意外。气象专家也表示讲，拜六礼拜阁有一阵冷气团会到位，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也是有机会阁落雪。这个轿车掉伫咧结冰的路无法度震动。车顶的人赶紧落来，后壁警察想要斗相共，边仔阁有车掘出去。第14架线39公里，往落阴山庄路行的路段，路面真侪所在结冰，工务单除了派工停车除冰，自15日到1点，限制有挂细链的车才能行。夜间因为考量晚上这个状况不明那如果积雪我们会立即去做铲雪虽然温度回升。合欢山区15有一寡路段的结冰也未退，造成一寡车失控的意外，也互警察机关正无形。工务单讲，第14架线36.8公里到41.7公里的路段，下昼5点到第二天的7点风险。伫梨山15透早有出现今年以来上低温度零下2度，天气冷对农产品也好。现在的温度差不多18度，每天的早上差不多都零下差不多1度到2度。梨山古洞讲，这份温差大、水气高，伫山顶落雪结霜结冰，伫果子树袂歹。气象专家讲，这边冷气团因为东北季风减弱，水汽在减少，关山温度慢慢回暖。拜六另外一道冷空气来，落雪机会变悬。另外一波冷空气下来，那山上有一点机会，但是预估它的雪量不会那么的多。气象专家讲，自拜五开始，温度会搁再降，也有一寡水汽。有高伫3000公尺以上的悬山有可能落雪，也过量袂多。就平地温度差不多15到17度，民众要注意温度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讲要起，也讲24年的淡北道路，因过捌因为宽屏和撤销，后来佫有更较严格的第2阶段审查。伫咧下晡，案件也送到环保署的宽屏大会，支持甲反对民众也来到环保署要举行记者会，落尾进行闭门会议，敢若开10多分钟审查，案件在落尾是修正通过。宽屏大会下晡1点半开始，12点半，反淡北道路开发的民众甲环保团体先甲布条揪起来，讲开发案无法度解决塞车问题，敢若会对土地造成大破坏。这就是北台湾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跟文化景观，不应该有一条快速道路开进去，开膛破肚，破坏了淡水。稍来1点，支持开发的地方民意代表是强调，阮需要一条救命道路的红布条，强调淡北道路一定爱去的理由。所有里长中站出来，代表淡水区的所有的里民、所有的人民，非常迫切的需要这条道路，也很卑微的要求。淡北道路已经提出24年，市场争议不断。原本通过宽屏结论遭到撤销，定做进入第2阶段。去年3月送宽屏大会，尾也被退回，搁再审，过了10个月搁再送。这摆宽屏委员无明显的反对意见，也搁关心后续的环境监测。目前也有看到说，偶尔的一些环境污染会造成这些红树林的伤害，所以这个监测一定要注意。这个案件进入闭门讨论，敢若用10几分钟就审查通过。知影结果了后，支持者是拍破欢呼。而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今年年底动工，环保团体是表示无排除，搁再提出拍行政官司撤销结论。如果我们年底动工，算一算，也要到快112左右，希望尽速的解决交通拥塞的这个痛苦期。这个案子就是长期在补考、再补考、重考再重考的一个开发案。那在换了一届环评委员之后，大家就好像当作没这件事儿一样，就把它通过了。我们是感到非常非常的遗憾。环保团体批评，环保署甲进前反对这个案件，所谓无听话，环评委员拢撤换。这个决定对淡北道路开发案这摆用顺利过关，影响全部暴露出来。记者综合报道。苏花改都通车，公路总局宣布讲，上紧会使伫111年会使完成环境影响评估。若准有通过后一阶段的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上紧会使伫119年来完工。真侪花莲的乡亲是真支持，不过环保团体却是真烦恼。
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上早是交通部政务处长黄玉林，伫去年11月初一，总统蔡英文设在苏花改工程时阵所提出来。这项简称苏花案的工程，内容是要延续苏花改也未改善的路段。这个案件去年12月20日，行政院已经核定，就等环评。我们初步规划最快要到111年，当然环评还要顺利了那我们针对一些比较敏感地区都尽量去避开掉。那何人到崇德这部分，因为它毕竟在国家公园，后续的环评我相信还是一段艰苦的奋战。对。苏花案是针对东湖到南澳、和平到河中、大清水加总的这三大路做安全提升加路线优化工程。不过因为无伫咧苏花改2010年环境影响评估范围内，而且也有国家公园，所以争议性真悬。对于苏花案是不是应该做，地方的看法也分做两派。加码提出苏花案，也在选前这个时刻，而且可行性评估其实比以往都做得更快速。我们认为是跟选举有直接的关系。苏花案如果没有启动的话，让有些路段可能未来也有可能会有风险。那我们当时希望政府可以让整个苏花公路变成一个安全的道路。交通部强调，会加强环境生态、文化资产调查，也个保障地质探勘等工作。若是让伫111年年底进行完成环评，苏花案会让伫119年完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我水分明。美国甲中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伫美国时间15透早，踮美国的白宫举行签约仪式。不过，伫签约之前，美国的财政部长文武群也表示讲，也是会继续甲中国的商品扣关税，必须要等到双方在第二阶段签订贸易协议，才有可能降税。美国的媒体也讲，恐惊要等到11月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了后，才有更较清楚的规划。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已经伫咧这个月13带团访问美国华盛顿，会伫咧美东时间15日起甲美方签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不过伫咧签约之前，美国财政部长梅努钦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伫咧美中完成第二阶段贸易协议之前，美国对中国进口入口产品扣的关税维持同款。These tariffs will stay in place until there's a phase 2. If the president gets a phase 2 quickly, he'll consider releasing tariffs as part of phase 2. If not, there won't be any tariff relief. 其实，伫咧签约之前，美中双方嘛一直对外呛声。美方表示已经提出好意，甲中国刷出去汇率操作国的名单。不过关税的部分，目前中国进口来美国价值2500亿美金的商品，也是扣25%的关税；1100亿美金的商品，也是扣7.5%的关税。总共3600亿的商品税率是无改变。If China signs a phase 2 and it's enforceable, we'll consider additional tariff reduction. 若是中国是强调讲签订协议了后，会来买美国四大产业的商品，价值超2000亿美金。伫咧2年以来的分阶段来采购，而且嘛强调讲美方会实行分阶段取消对中国产品加税的保证。因为他一开始谈判就是要求中方多买，那他的目的，他们也过去也讲过，就要达到一个贸易的平衡，所以平衡就是双方进出口的比例差不多。好，那目前美国认为是一个失衡的状态，那所以这个2000亿大概从美中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受到美中第一阶段协议会继续对中国产品扣税利空的消息冲击到美股落价，台股开盘嘛去受到影响，台股开价走价，台积电、联发科等等的三地块嘛带头落价。学者分析，这个中国答应来买美方产品是以农产品、能源产品为主，这条真大的采购经验未来嘛会出现排挤效应。不过对台影响干那农产品，不离个农产品主要出口国也是以美国甲日本为主，影响是无大。记者综合报道。台北航空有一台飞行机14迄天对美国的洛杉矶起飞了后，无偌久所发生引擎故障的情形，也随我登去洛杉矶机场。这台飞行机为着会当安全到位，也甲飞行机的燃料油伫半空中完全漏出来，煞破伫咧学区有14间学校受到影响，也有60个大人囡仔因为安尼来受伤。客机的机身两边喷出真侪油，这架台北航空偏航 DL89号班机，原定14中昼对美国洛杉矶飞往上海，起飞了无久发生引擎故障，飞转来机场紧急迫降。不过客机降落进前下掉真侪油，影响到14间学校，造成至少60个大人也有学生受伤，出现目睭疼、皮肤发炎，也有喘气困难这症状。而情况上较严重的是，离洛杉矶国际机场东边大约26公里的公园大道小学，当时有学生正伫上体育课，囡仔一开始以为是落雨，
后来知影是有了后，惊甲赶紧四处走。医护人员需要到现场来进行治疗。加在每一个人的伤势算轻，无需要送病院。With our school here in the city having the biggest impact, we have been advised that 20 children and 11 adults reported minor injuries of skin irritations and have been cleared, but none were transported to the hospital. 卡到鱼市，拄上任的市长对台北航空真不满，伊即期为安怎要伫学校的所在来下油，而且即间学校边就是市政厅。台北航空表示，有客机需要紧急迫降，为着因安全降落，必须将这油下掉，减轻重量，最后也迫降成功。机顶149名乘客加15名机组人员平安无代志。有民众翕到当时的情形，客机降落前在低空飞行状态下来下油。专家表示，一般飞行员至少应该在一般应求高度才法度把油下掉。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发出声明，表示已经对这件代志来展开调查，并且讲出入美国主要机场的飞行机拢有一套特定的下油的程序，也就是飞行机必须在无人所在的所在来下油，而且爱保持较悬的高度，油才在落地进前无划分散开。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国际航空的飞行机伫伊朗摔落来以外，真有上新的发展路。有伊朗民众甲监视器的画面传到社群网站，经过专家的分析，确实是2粒飞弹甲射才害着飞行机摔落来。伊朗政府也大方承认，司法单位也在总统公开宣誓了后开始侦办。虽然翕到的画面大部分拢是暗，不过意外会当看到有2道火升到飞机的天顶，尾仔就2变爆炸。显示2粒飞弹拢射着客机。外电引述专家的话讲，飞机技师迄当阵抑阁想要越头互飞机飞转去机场，不过也未降落就摔伫咧附近的农田，最后造成机顶176人全部往生的悲剧。专家也讲，第一粒飞弹就破坏飞机顶的信号传输，这也是飞机摔落进前信号就中断的原因。因为往生者内面有82个人有伊朗的国籍。所以，伊朗伫咧爱岛活动煞演变成这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因为压力政府是改变本来好任的态度，讲会由高阶法官做特别法庭审理。حادثه‌ای که من فکر می‌کنم در تاریخ کشور ما بی‌نظیر بوده، هیچ وقت نبوده که یک مسئول پدافندی ما، یک افسر پدافندی ما در کشور ما نسبت به هواپیمای مسافربری اون هم در پایتخت کشور در مرکز کشور کنار فرودگاه بین المللی همچون خطایی رو مرتکب شده باشه. 伫罗哈尼讲谈话了几点钟，伊朗司法单位就宣布已经逮捕几多位可能涉案的人员。افرادی هم بازداشت شدن. رسیدگی مراحل اولیه کار خودش رو داره طی میکنه. از لحظه شروع کار هنوز حدوداً 72 ساعت کار قضایی ما گذشته. 这件代志是伊朗对自伊拉克美军进行报复性攻击的几点钟后，伊朗官员讲，少数班机伫伊朗的军事基地上火，误射的可能性真悬。不过外电引述专家的话讲，这台民航机并无过度偏离一般民航机的航线，所以规件案情的内幕可能也该查核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有女性会当做三军统帅，当然啦，查甫人也会当做带囡仔的工课。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后生，也就是日本环境大臣的小泉进次郎，去年拄宣布结婚，也在这个月15宣布要申请伫太太生产过后的3个月内，要请2礼拜育婴假，希望会当来带头推动男性公务人员甲民众，查甫会当顾囝、养囝、请育婴假的制度。讲到台北市甲捷克布拉格做姊妹仔市无够一日，中国的上海就发表声明谴责布拉格是伫咧挑战一定原则，遂宣布解除甲布拉格姊妹仔市的关系。外界也伫咧想讲，今年是由台北主办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敢会停办咧？国本地也表示讲，双城论坛是针对两岸的文化甲经济伫咧做交流，无干涉主权，实在无理由来停办。
伫咧台湾时间1月13，台北市长郭文铁和捷克首都布拉格市长正式签约正做芝麻亚市，未来会伫咧打造智慧城市，也佮促进观光等等的面向做伙合作。这是引发中国不满，上海市随着发表声明，谴责布拉格公然挑战一中原则，宣布解除和布拉格友善的关系，暂停一切官方往来。对这件代志，仍继续伫咧捷克参访的郭文铁表示，城市之间的交流应该要建立伫咧各位互相。我觉得大陆方面不应当说去决定布拉格说他可以跟谁交朋友，或是不可以跟谁交朋友。我想这个不必要，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甚至到最后呢互相谅解。这不仅适用在两岸之间嘛。上海和布拉格的关系紧张，这是不是影响到今年要伫咧台北举办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呢？郭文铁表示，双方伫咧经贸往来真密切，伫咧大陆生活的台湾人差不多有200万，也有38万中国的看守伫咧台湾生活。认为双城论坛是两化交流重要的活动，无涉及到主权会继续办理。伊也表示，对两化政策会维持亲密友中的原则。而且这个也没有涉及到这种什么主权啊这一类，这纯粹是一种文化啦，或者是说经济层面的交流。我想也没有理由不办。基本上我们还是对大陆方面表示一个友善的态度，但是我们还是会坚守我们的主体性。身为民众党主席的郭文铁，未来会带领5位民众党的立委入去国会，说落来要安怎伫咧拿捏两大党的局势，互政见有落实的空间。郭文铁强调，会先解决民生的问题，按照议题来讨论。只要国会议员讲得出道理，民众党一定无分党籍做伙合作。记者阿敏金吕玉水综合报道。讲到5州的竞标，大家是拼家，总标金也冲破1381。NCC 在今日表示，开放的病款数量确实是无够，不过电信业者也是无愿意做伙合作，才会无愿意商量，才会互标金一直塌起哩。有学者批评竞标的制度有欠点，归去定来。不过 NCC 也强调讲，会尊重市场机制，会互竞标继续进行。5大电信业者相继伫标5支，什么人也无想要让。暂时总标金即阵已经超过1380亿。NCC 坦白讲，上热门的3.5 GHz 只有27个单位的并款，数量绝对无够。也过当初 NCC 就已经鼓励业者结盟合作，大家共同使用并网，不过业者中间无互相基础，互建会一发不可收拾。其实这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已经充分讨论，能考虑到都已经考虑到了。那业者之间他们彼此不相让，或者彼此某些程度的不理性、不够冷静，这个也是事实。NCC 也否认竞争制度有缺失，强调要标进前，甲业者做了真侪讨论，制度甲全球同款。严格学者认为，就是这个竞标的设计有缺失，才会衍生出这种局面。建议 NCC 是不是心中来考虑废标？政府应该要废标，因为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其实是有瑕疵的。那在国际上，捷克就有相关废标的这个案例。也不过 NCC 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拢表示，竞标是市场机制，政府会尊重，只是暂时总标金一直冲悬，等有电信业者成本也得来有关，是不是可能影响到5G的资费呢？竞标是市场机制，那我们对于汇率也会为人民严格把关。尽管政府也勉强免烦恼电信资费的标悬，不过学者讲，到尾嘛是用伊的土故伊的饼，业者的标金成本一定反映在未来的手机资费。竞标拢要冲下断崖啊！既然各界拢认为即阵的天价无合理，为安怎无用在即阵打动啊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内经济是出现外面冷冷、内面真烧热的情形，台湾国内的需求是真好，特别是零售业、今年的营业额拢是正成长，其中超市伫去年的营收有可能会破2000亿，也已经是连续14年拢是正成长啊！欢迎光临，咖啡第2杯半价。阮从伫徛过行内底，小小店面看起来无大，商品却是啥物拢有。除了饼、脆食面、饮料等，也用卖线装的米，也佫有鸡卵，加上离徛过近，真侪妈妈讲，若是厝内底人无多，像这款的小超市，买起来是真方便。因为人口少，你买太多的话，那个米又容易坏掉。这个大概是5斤吧，吃完就再过来，就方便就好了。也毋过讲到超市要一个品牌，卖物件无输大卖店，加上分店上多，常常推出真俗商品，不少民众爱来ซื้。因为都是买一些干货、什么杂货之类那些的，就是方便嘛，对啊。而且它价位有比一般的那个
百货公司里面超市价钱便宜。国内超市经济真发展，根据经济部统计处资料显示，去年全台湾超市店数总共有2286间，三大品牌内底全联就有989间，搁再来是美联社699间，顶好208间。观察超市主要卖的商品主要是食品加饮料，占的比率大约70%，其他也包括家庭器具、药品加化妆、清洁用品加商品，占的比率无多。现在是小家庭比较多嘛，那你现在的那个量买的量就不需要这么多，因为现在的超市都深入这个社区型发展嘛，所以那个民众就会往超市买这样子。超市连续17年正成长，严格经济部统计处表示，业者近年来面临经营困境，主要是劳动成本提悬，加上介绍竞争激烈。碳无这些因素，另外电商兴起，超市受到冲击，未来超市营收要继续创下新高，恐惊是愈来愈无简单咯。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政府宣布，桃园的人口已经来到225万人。桃园市承继这5年人口成长也超过20万人。有真侪台北人因为台北的厝伤贵，租金伤悬，才搬到桃园去生活。而且去年桃园市的生育率也是全台湾排第1的。无因伫招呼人客冲泡饮料，女先是原本伫台北开饮料店，因为台北租金真贵，有是3年前搬到桃园来开店。台北相比，就是房租大概1/3，可是生意量大概是1半，可是加减还是有得赚。桃园市区兴起一栋真新的大楼，加建案广告。林先生原本是台北人，3年前结婚了后，考虑台北厝价伤贵买袂起，有时甲其后搬到桃园这栋小公寓，租13人的小家庭。加上因为要结婚了嘛，对啊，那就会考量到买房子的问题。那台北的房价真的太高，看不太下去。对，然后就刚好我们对这一带也是蛮熟的，如果不塞车是大概20-30分钟。除了开车来回台北方便，对新婚小家庭来讲，桃园市的生育津贴也是诱因之一。2019年全台6都出生率，桃园市出生率10.22%，是6都第1名。第2是台北市出生率8.08%，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出生率拢在7%。桃园市是全台湾发展最快的城市，到昨天为止，桃园市的人口已经超过225万人。那我当市长5年。增加了大约20万人，桃园的财政力度也一定要大幅的提高。那因为我们至少要到达5都的平均水准。不少人因为台北厝价悬、租金悬，拢搬到桃园。自从桃园市升格了后，近5年来增加20万人。桃园市长郑文灿宣布，桃园市总人口正式超过225万人。2019年，桃园市1日人口达到105690人，扣除迁出人口，净迁入约18000多人。随着人口快速成长，活络桃园在地生活圈也带来不少的商机。记者综合报道。新版的优拜科技点控对今麦开始，会伫台北的公馆商圈大校园内试办3个月。未来优拜科技点控要设的位置会当有真大挑剔，不过近日发生讲新版甲旧版未当通用的问题。台北市交通局也表示讲，打算伫5年内全面改做是2点控的版本。新的米白色的车身用手机扫描就会当照车，一只手轻松调整座椅。优拜2.0对正开始伫公馆商圈大校园设102个租车站，试办3个月。优拜2.0上大的特色就是伫手环顶管有太阳能板，会当家己充电，会当设更加侪站。它变成一个无电轻装，比较小的地方，一些麒麟地就可以设站，设站地点不会受到限制。刚刚局长也有讲，大街小巷。不需要。现在1.0的话，就是电力要拉到的地方才有办法设置场站。未来2.0的场站不受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北市交通局表示，为了解决过去旧版的优拜1.0停车条需要台电供电工程，用地面极大，所以新版升级做无电停车条，降低设站的限制，一车配1条。未来租车站会当侵入大街小巷，不过新版优拜2.0所有甲旧版的1.0车条无法度做伙使用的问题，做2.0的脚踏车无法度行去1.0的车条。不相容的问题呢是没办法去解决，所以因为它这个一个站要用电，一个站不需要用电。那我们简单讲说，你把它当作是2家这个公共这个自行车的这个厂商哈。就是两种不同的系统，那你从1.0届就1.0环，2.0届就2.0环。这个是区域性啊，比较小嘛，范围比较小嘛，
那原来旧的你可以跨县市啊，这样比较方便。不过，有民众认为，公司2点控会互脚踏车甲机车的停车价减少。北市交通局表示，身躯系统的问题无法度解决，会加强宣导。北市交通局预计伫未来5年内，全台北市会慢慢换做U-Bike 2点控。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三军总病院有创新一种用超音波去判断互毒蛇咬着伤的空喙，看敢会整起来气血敢会通透，再来决定敢爱开刀。这2年也已经研究到真周全，咱也做伙来看。官人嘛爱注意会去互毒蛇咬着。一个5岁查甫囡仔进前发现骹目整起来抑阁会痛，迄当阵家长叫时间若是去钻着，后来因爸爸伫咧头门边看到毒蛇骨较花，而且翕相片，才赶紧甲查甫囡仔送病院。除了做血清，还阁有用新型的超音波来测量整起来范围，还阁有空喙的所在，毋免开刀，伫咧急诊留倒来观察30点钟，就恢复出院。他们拍摄的这个照片是蛮清楚的，可以让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龟壳化的一个咬伤，所以我们可以给予病患一个正确的血清治疗。三总医疗团队表示，根据以来10年来的统计，来湖家人附近抓咬伤的病患是骨较花占大多数，第二是车尾带，病患7成拢是查甫的，年岁伫咧40岁至60岁，咬着伤的部位拢是较济。过去去互抓咬着的患者，超有1成3会接受筋膜切开术，来防止患者空喙整起来拔起，产生缺血症候群。若是较严重的话者，血管甲神经拢有可能会害起。毋过2年之前，研究团队创新研发非侵入性的超音波诊断技术，会当减少患者无必要的开刀，手术率是降到0%。断的时间嘛，对原本1礼拜减到变成2天，嘛减少开刀了后的病危。第一个，我们知道它肿胀位置；第二个，我们也知道它间接的压力变化情形，所以我们可以来更有信心来知道病人有没有发生到腔室症候群。医师提醒民众去户外或者是山区活动的时，尽量爱穿长长裤甲包起来鞋仔，避免伫咧草堆当中停落来，还是休困，万不真正去互毒蛇咬着伤。第一时间爱确认咬着的蛇是啥物，送病医了，才会当使用正确的血清。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网咖大代志，法国安古兰国际网咖展伫正月30要开始咯。咱的文化部也有伫遐设一个台湾馆，而且今年已经是第9年去遐设馆咯。希望台湾的创作家会当借着这摆机会，互世界看见。The thing that supports me to continue making cartoons is that it's something meaningful. 今仔维尼摕棍仔吐 NBA 的芳寿，还阁有手提炸弹的总统蔡英文，甲几落个亚洲的政治人物，还阁有美国总统川普关做伙。画网界的艺术家陈晓涵作品大部分拢伫咧讲亚洲的政局，而且口说的意思真重。还阁有共款嘛是甲创作内容甲传统社会当中较少接触的概念结合的，也阁有伊。2次元跟3次元还是有点不同啊。其实百合漫画在台湾是蛮久的，只是商业漫画真的还是很少。就是跟 BL 比起来的话，我的目标是想要把百合结合在其他类型的漫画。日本漫画风格的粉红短短是甲洛丽塔甲小鹿之间的爱情故事做结合，得到真侪民众学乐，而且这款作品全部拢会伫咧今年法国安哥兰国际漫画节内底公开。就像那个在政治言论，在任何其他的言论上都不会有什么所谓的禁忌，漫画的创作也完全是呼应着这个趋势，表现出创作者个人的热情，可能自由的土壤所能够孕育出来的热情。文化部第9年组团参加展览，就是希望会当互台湾新生代的漫画艺术家，会当透过现场创作、版权推广、交流等等的活动，开创国际能见度，推销台湾漫画的软实力。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投水里的上岸梅区，因为海拔悬、雨水高，这个梅花也开甲特别水，咱也做伙来欣赏。月白梅花开甲规大片，按半空中看落去，宛如用炭、风雅、阁高贵。这是南投县水里乡上岸村的山坡梅区，因为这带海拔悬、雨水高，阁有够寒，所以现时梅花当着时，花开的状况有够好。今年比去年好很多了。怎么说？那气候比较冷。还有下2波的雨，像这样。民众去到上岸村看梅花，唔奈当闻到花的香气，因为当地梅花拢无处化学药剂。一世界才有听的蜜蜂无用的采蜜的声音，人行伫梅园，感觉规个心情拢真爽快。唔那花开甲水阁好，树的形态嘛真特别，吸引袂少游客行脚到，眼界一个。连续来了3年，看了心情就很好啊。这里真的。
比那个其他地方还漂亮。其实赏梅随人而异吧。那我们是喜欢看这个梅树的这个形，觉得这个地方这个梅树的形很有个性。农民表示，因为天公有保庇，今年梅花开甲比往年更较好、更较赞。民众若想要看花，就把握这个时阵。另外嘛，欢迎乡亲买梅仔做的产品，支持这个用心种梅花的农民。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穿新衫好过年，不过衫伤济也是无环保的代志。台湾真有设计师摕旧衫来做新衫，但领衫的内容拢也清清楚楚交代写伫顶头。在今日暗时10点，公视台语台《青春咱的梦》做伙来看环保设计师的青春美梦。但 logo 放里面啊。今日台北市永乐市场的 T Fashion 时尚实验基地，伫100外间共享工作室内底。按英国留学倒来的陈冠碧创立零废弃时尚的新品牌 Storywear， 伊甲国际上的永续时尚概念引进台湾，相信所有的资源拢有再生的价值，所以品牌内底的每一领衫原料拢是旧衫回收的，无就是企业管的。所谓 upcycle design 就是将回收的东西重新再设计，所以我们现在就简称它叫升级设计。所以像我们这样的方式，用回收的布料、回收的裤子重新再设计。甲家己定位是社会企业的 Storywear， 同领衫拢有注明生产履历、交代布料的来源、做的时间，为着对作品负责，设计师卖签名。透明的资讯，除了让消费者穿落较安心，买当替零废弃尽一份心力。因为阮希望是零废弃，所以阮变成爱家己一件一件去问布商，恁有买伫的布无？会使关互阮，阮替恁来处理。变成我摕到什么布，我就爱想讲，这个布我会使做什么 ？Storywear 它其实成立的基础就是它必须是一个社会企业。然后，我们在做的一定是要是永续循环的一个概念。我们很坚持的理念就是必须要回馈在地，然后要最初的这个任务就是要减少织品垃圾的问题。创意加上环保意识，让这个品牌伫咧成立无够一冬，就爬起2019年台北时装周的舞台，加做流行界的绿色焦点，嘛替台湾的生意界伫咧发展永续时尚这条路，踩一个重要的路站碑。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清查安怎安排？来看气象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4度到22度，中部地区对14度到25度，北部地区对15度到28度，东部地区对16度到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21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要带您去到中国看东北虎生势，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个时间咱再会。